六千卷阿爸第15课。这座堂公杯 perki 这话，社会和寺院之间的关系。米日记基错尼，人类的社会。米偏村即起即拉电内琼瓦吸引，是在人与人彼此互相依赖之下而产生的。这座人闽南从地暗山内制度对基约，在社会中人们会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地区。这篇这座机构内，透过相辅相成、互利互助的方式，错挖黏土给起源，一起生活度日。比如呢，从巴西拉检查鬼呢？例如，如果有位商人需要饰品的话，格瓦西基斯尔主鬼，就必须去铁匠的店铺。金仓西基十点主鬼册，当一个家庭需要念经修法的时候，公班内查巴点真修狗人，就必须从寺院中迎请僧人。公班尼举称芒波西基特内，寺院虽然从很多理由来说，米给基错堂他得因为应该和俗家的社会不同。米给基错堂店内姐妹卡这土洋内米托，然而却无法与俗家的社会毫无关联，隔离而安住。比如呢，贡巴拉门尔堂出ra鬼册，例如当寺院需要酥油和甘露的时候，左巴堂冲巴拉这瓦切鬼巴堂，就必须和牧民与商人交涉联系。查仓基屯土南沙西参鬼呢？为了僧舍而需要缝制衣服的话，杨参索瓦堂这瓦切鬼，也必须和裁缝师联系。提醒米家西起确年把堂，同样的一位在家人需要听法。古松突典拉人内属瓦，以及为佛像、佛经、佛塔开光。汪属瓦受缺求给雷敦主鬼册，还有请求灌顶等等承办宗教方面的事情时，贡巴西拉这瓦切狗人，就必须和一间寺院联系。杜鲁纳却汤介阳偏村即起即拉。总而言之，一切法彼此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电景这窝的琼瓦下大影，都是互相关带依赖缘起而生。
几句几种签。替换练习。수사자가제지도되기 위해谁会居住在同一个地方？미남 산에 지도되기 위해人们会居住在同一个地区。총미초 총대 지도되기 위해村民们会居住在同一个村落。룹초초 년칸 지도되기 위해学生们会居住在同一个宿舍。차바초 공바 지도되기 위해僧人们会居住在同一个寺院。准보초准康지도되기 위해旅客们会居住在同一个旅馆。准巴초准康지도되기 위해犯人们会居住在同一个监狱。간자이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如何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지펜지조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相辅相成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让先니펜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利人利己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기도냠뇨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同甘共苦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동생냠기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患难与共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까지의배준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艰苦奋斗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삼바추지기고내 초와 냠투기기 위해透过同舟共济的方式一起生活度日。가제내 수 덴젠슈고레必须从什么中迎请谁？공반내 차바 덴젠슈고레必须从寺院中迎请僧人。사강내 군자 덴젠슈고레必须从大殿中迎请佛像。긴콜론내 이담 덴젠슈고레必须从坛城中迎请本尊。남칸내 최경 덴젠슈고레必须从虚空中迎请护法。공발라 가제괴체 수라 제와 체괴当寺院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必须和谁交涉联系。공발라 멀괴체 조발라 제와 체괴当寺院需要酥油的时候，就必须和牧民交涉联系。공발라 추라괴체 총발라 제와 체괴当寺院需要甘露的时候，就必须和商人交涉联系。공발라 남사괴체 침소와라 제와 체괴
当寺院需要衣服的时候，就必须和裁缝师交涉联系。公巴拉罗豆鬼册，辛巴拉这瓦切鬼。当寺院需要农作物的时候，就必须和农夫交涉联系。公巴拉汤嘎鬼册，拉吉瓦拉这瓦切鬼。当寺院需要唐卡的时候，就必须和佛像画师交涉联系。公巴拉瑞切鬼册，瑞莫瓦拉这瓦切鬼。当寺院需要乐器的时候，就必须和乐师交涉联系。七丝儿生词。基础社会。拱巴寺院。par 中间。这哇关系关联。music 人类。偏村彼此互相。颠把依靠依赖。琼瓦升起产生。宠呆村落。米南人们。山内地方地区。对居住。即偏即作相辅相成，互利互助。凯这一狗内透过什么的方式？搓挖根生活度日。黏土一起。别人呢？例如葱巴商人。检洽饰品。格拉瓦铁匠。金仓家庭。十点足念经修法。茶吧僧人。点针球引请。鬼狗蕊必须应当。原因原因理由。物件俗家在家人。他得相异不同。颠内根本完全。姐妹毫无关联。卡接分离隔离。内安住。murder 酥油。秋拉甘露。卓巴牧民。这瓦切交涉联系。茶仓僧舍。南沙衣服。签
缝制。챔소瓦，裁缝师。铁心，同样的。去年，听法。古松图灯，佛像、佛经、佛塔。人内熟，请求开光。汪熟，汪咕噜熟，请求灌顶。缺 chok， 宗教方面。累吨，事情、事物。durna， 总而言之。shadak， 全都尽是。偏圈即起尽啦，彼此息息相关。颠井这窝的琼瓦，缘起原生。